玲珑养富贵。云端八方心相拼，好的风光变水，天配乐观天不移。一辈在孤单不马为归。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经济要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优秀。唔敢将礼陪，闹军队行。Hello， 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先欢迎我们的蛙柜管理员。欢迎大家上来咯，先跟我打声招呼，因为呢我们今天有比较早齁，先暖场一下，所以说呢先来听一下呢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咯。为多公主不尊敬，驸马怒会满心兴。一道降兵要万幸。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借我老君的因，为故罪义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定？Hello， 欢迎大家呢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无论呢你进来聆听呢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来聆听新闻，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报呢，都欢迎大家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在稍等一下呢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路打金枝的CD 专辑咯。宴失败，心不缺色，予人好意猜。身体欠安，且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你假扮财富，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苦苦写事。依我动咯，就不应该哦，公主啊！除了呢，欢迎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以外呢，也欢迎我们的旋律，我们呢这个彰化的朋友，对不对？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韩粉来上课喽！感恩大家哈，来听听一些分享，以及呢，等一下呢也会唱一首这个客家的曲调，这梦想爱。那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要来唱这个客家的曲调哦。昨天呢唱了这个平板调啊，大家说我的平板掉了哈。好嘞，我们呢已经8点了哈，所以我们就准时开始我们的7字调作为我们的开头喽。欢迎收听我们的电台，准时8点，和恁笑嗨嗨。阮的节目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喜剧新闻无理在。歌戏团唱是多自在。戏剧团成有名亲像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蘑菇大大呢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蘑菇大大身体又比较好了吗？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哈，因为你昨天生病对不对跟大家来聊聊哈。再来欢迎我们的韩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大家晚安。也欢迎我们的忍者大大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直播节目，无论呢来聆听呢我们的歌仔戏的文化，以及呢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新闻哦，都欢迎大家上来。无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以及呢在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先来播报呢明天的天气预报咯。明天呢这个台北的天气一样呢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几率。明天呢台北呢降雨几率大概30%到20%左右，这个台中呢这个20%到10%左右。那呢台南这个南部地区呢一样20%到10%左右。那呢我们的台东地区的朋友都在这个20%，所以呢这个全台啦几乎呢都要注意一下呢，可能会微微的降雨，记得呢携带一下你的雨具、你的雨伞跟雨衣哦，提醒一下大家咯。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刚才用这个7字调来做开场，当然呢是一个歌仔戏文化的节目呢。我们开场一样再唱一次我们的新卡北北照三关，感恩大家。新卡北北啊，照三关，解我所有会中原。往
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分无单百姓为无风无药好的袂开。等待来三家来当落水，当落花心啊，好的照开。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先来播报第一个新闻，有关于呢我们高雄的新闻喽。高雄呢有这个骑士哇，连闯了这个5个红灯，5个路口，但是呢，这个警方明明呢开着他的小汽车呢，在后面去追击他，但是呢他还是不停。结果呢，这个警方也没有追到他，这个警方说呢会经由呢这个行车记录器来通知呢这个车主呢来到案说明。这我是觉得蛮扯的了哈，居然呢这个警方呢在后面追击，他还是不停。结果呢这个警方呢，明明他骑着机车那警方开着汽车，你还是没有追到他。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丽华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欢迎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他说呢，该瓦兽医回台湾了哈，等一下呢来跟你们讲呢，这个麻雀呢差一点呢就偷渡呢从这个香港回到台湾的这个新闻哦。再来呢是这个苗栗的小客车驾驶，他呢制造了这个车祸酿成了呢这个4车呢这个连环撞，其中2车呢是我们的警车骑着这个重机所以呢也造成呢这个警察啦不小心跌倒了，这是呢发生在我们这个苗栗的新闻。但是呢他有没有酒驾呢？他是有酒驾的，但是呢唯一这个还没标达这个财罚的这个标准所以说呢他是没有被罚钱的这是我们苗栗的新闻，有这个小客车呢造成了4车的这个连环撞，结果呢其中2车呢是我们的警车呢骑着这个重机的警察车，想不到呢这个酒测值呢还未达这个财罚的标准事实上它是有这个酒驾的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伟成伟成跟大家问安他说呢这个蛙贵旋律小蘑菇忍者，然后小秋还有呢雨涵，大家晚上好。因为他说呢还要先吃饭所以先挂听等一下呢，来播报了这一则新闻呢，是有关于我们花莲的新闻。花莲呢，这个24岁的员警呢，开着这个警用的汽车，想不到呢向左偏移了不小心呢去撞到了这个分隔岛。撞到分隔岛呢不打紧后面的汽车呢又给它撞上去了啦所以说呢这个也还在厘清说呢为什么呢它会偏移因为酒测值是0再来欢迎我们的龙龙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呢大家好了他就不一个一个再来问安因为他说呢他懒得打字我们的韩粉也跟伟成说晚安以及呢跟我们这个蛙柜管理员说你好这样子
再来呢，大家有的人边吃饭边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对吗？这是一个很棒的节目的形态哦。所以说呢，无论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甚至呢，你跟我们的这个旋律啦，跟我们的伟成一样，正在吃饭的，都可以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但是呢，别忘记呢，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再来呢，来播报呢我们新北的新闻哦。新北呢这个政大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大学那呢这个学霸啦，他是呢双主修的学霸，想不到呢他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呢，跟这个计程车司机发生了一些口角，所以说呢就说他要被这个他要下车啦，被丢包在呢这个台64线上面，想不到呢被这个汽车呢给追撞给碾毙了。而且呢，因为在这个台64线的上面呢，所以大家汽车都开得很快。有2台汽车呢，有发现呢碾到人而下车查看，另外2台汽车呢，是这个没有发现呢自己撞到人了，没有发现自己碾到人了，所以呢就开过去了，就肇事逃逸了。所以说呢，警方呢也会呢来追缉呢，不管是这个计程车司机，以及呢把他碾毙的这4台汽车哦但是呢，这个计程车司机说什么呢？说是因为这个学霸他有喝酒啦然后呢，在这个汽车上呢在这个计程车上呢给他乱闹，所以说呢才把他赶下车。但是呢这个警方呢也还在解剖当中，在呢测他的这个酒测值哦。这是今天发生的蛮恐怖的新闻。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先来唱个我们的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保持早相守，心不快些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连连今扫落优秀。滚泪红甲千金里，可比红点金枝，甲伊过爱结连理。心情凉落享富贵，金端爸爸心相拼，好的变水，天黑落滚，天破意我给背在一湖淡，好嘛一回过意。抱歉哦，
尾音呢有点跑掉了哈，因为呢这几天呢还在感冒状态，所以说呢请容许一下呢这个哔切哔切的声音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丽华说呢，刚刚呢新闻呢很恐怖哦，确实很恐怖，居然呢被这个计程车司机呢给丢包了，而且呢还被这个4车呢这个连续的给他碾毙啦。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哦。再来也欢迎我们的珍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珍慧。再来也欢迎大家呢要帮我呢多多的按赞，帮我分享出去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在传唱我们的歌仔戏文化，本人呢叫做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呢就是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的意思哦。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多多的帮我们支持我们这个歌仔戏哦。欢迎我们的棒球迷的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的陈晨芬哦。再来我们的韩粉说呢，好听好听，我们的旋律哦，按赞赞，感恩你们。一样再来播报我们新北市的新闻喽。新北市呢有这个男子这个闯红灯，而且呢这个最后呢被警方呢给逮捕了。想不到说呢他居然是这个无照驾驶啦，而且呢这一台车子呢是跟呢朋友所借的哦。其实呢他的身上呢背有29张的罚单，而且呢都未缴哦。这是呢发生在我们新北的新闻。哇，这名男子也是非常的大胆，跟朋友借车来夜游，想不到呢被警方所逮了哦。这是我们新北的新闻。再来也欢迎我们的雪兔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呢我们的这个蛙柜管理员说呢要多喝水哦，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所以说呢，如果今天呢唱歌的声音有比较难听一点的话呢，就敬请见谅咯。再来我们来播报呢嘉义的新闻咯。嘉义呢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阿婆湾这一条道路上呢，很多的这个重机骑士啦都会在那里飙车，但是呢今天发生了呢这个骑士呢这个压车失败哦，想不到呢波及了呢旁边的2台这个重机，哇，这个损失惨重的这下子要赔很大咯。再来也欢迎呢我们的淑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私下的音乐呢，我们就无法呢帮你们晋升了你们呢这个时好时坏哦，偶尔和好，偶尔呢吵架这个呢无法帮你们晋升哦再来呢，我们的棒球迷呢说呢，你是原住民，有没有原住民的歌啊？我们还是一家人。我曾经的某一任这个伴侣呢是这个原住民的泰雅族哦，当初呢跟他学了几句的这个原住民语，这个泰雅族的语言，但是呢至今呢已经应该4、5年超过了能忘的呢基本上都忘光了哦。再来我们的韩粉也说呢这个萤火虫小作所的大家们这个大朋友们以及老师们呢大家好。萤火虫小作呢是我呢特别去到这个不管是日照中心小作所呢所推广的其中一家，也非常感恩呢这个3月14号呢雨涵老师的演唱会呢，他们会全员到齐来挺呢这个雨涵老师哦。
晚一点呢，再来播报一下呢这个演唱会的资讯。那呢，我们这个呢，真会说想要听这个新卡北贝啦哈。好啦，那我们再唱一次这个新卡北贝，但是呢，因为刚刚好这个新卡北贝已经唱一次过了，大家就再听一次喽。我们来这首新卡北贝造三关传统的七字调。新卡北贝呀，造三关，带我所有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无传。四分无单啊，拜四位无药啊，花袂开。等待来三家啊，来当了水。当了花心啊，花照开。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哦。我们刚才这个棒球弥勒说唱得不错，感恩我们的棒球弥勒。看到弥勒就想到弥勒佛，哇！祝你呢这个天天开心，这个事事顺心哦。这个呢，忍者说呢，主播会唱这个50元槟榔吗？这是什么歌曲啊？想到原住民我还想到一首这首歌曲。白米酒，我爱你，没有人能够比你强。是这首歌曲吗？好像是叫做白米酒，是不是？看到原住民呢，突然间想到这首歌曲哦。再来依婷说呢，对不起刚才已经唱过这个七字调了，还再点一次哦，没有事情的，大家上来呢就是上来共乐的哦。也欢迎我们的夜猫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再来也欢迎呢我们的 HEA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呢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旋律提醒大家各位要记得呢这个对发票有没有中奖咯。这个呢发财的机会呢就此开始哦，所以说呢赶快对你的发票咯。再来呢也欢迎呢我们的 RUSAA 大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蛙柜管理员提醒呢，我们各位的新朋友，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大家。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咯。再来播报的呢，是我们桃园的新闻哦。桃园呢有一名呢这个机车的骑士哦，跟我们这个汽车呢来碰撞到，结果呢他就跟这个汽车呢的驾驶说你撞到我了啊，赔我1000元的这个1000元大钞就好那呢我们就这个就私下和解了那呢这个呢汽车驾驶人也很好他就真的拿1000元大钞给他。
想不到说呢，他就这个机车骑士哦，非常的好心，帮呢，这个汽车驾驶呢搬回他的后照镜，帮他搬一下而已哈。结果呢，这个路旁的路人呢，把他录影下来，以为呢，他是在搞破坏哦。其实不是啦，人家只是说呢，这个好心哦，帮他把这个后照镜呢搬回来而已。所以说呢，路人有时候的这个正义感哦，其实呢，这个本末倒置了啦，你们误会人家哦，这个好心哦。所以说呢，这是发生在我们桃园的新闻。再来呢，等一下来播报呢，我们高雄的义大事件的这个小朋友不小心呢卡在这个游乐设施上面的故事咯。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无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甚至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呢一边来做聆听哦。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高雄义大世界的故事哦。有这个小朋友呢玩这个超级水战哦，坐在这个船上，结果想不到呢，因为这两个小朋友这个重量不平均，所以说呢卡在路中央了。也幸好呢这个人员哦，这个员工呢赶快去救他们哦，在5分钟之内呢就让他们脱困哦。这是呢发生在我们这个高雄义大的这个故事哦。再来呢，我们的韩粉说呢，晚安大家好，老师好。再来呢，这个2位呢就不要在底下这个吵架了哦。虽然说呢我们不会这个封锁你们，不会禁言你们哦，但是呢也请你们呢将我们这个雨涵电台作为一个善循环的这个电台，所以请你们2个呢不要再吵架了哦，感谢你们。如果呢在底下吵架，就会2个都一起被封锁，而且是由我亲自封锁就不会是这个蛙龟管理员哦。所以也麻烦你们，感谢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是一个善循环的电台，所以呢上来聆听，不管是戏曲的小知识，还是呢聆听呢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都欢迎大家呢这个互相的认识啦，互相的这个善循环，以及提醒大家明天呢全台呢都会小小的降雨，虽然说呢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呢雨伞雨衣要记得带哦。很抱歉咯，因为2位这样子下去呢，我们必须呢这个把他们呢抱歉哦，我先把他们隐藏掉了哦。那呢，如果说你们有其他人在看到呢他们的留言的话呢，就麻烦我们的蛙会管理员咯。很抱歉了哈。然后呢，再来呢，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跟大家讲呢，居然在飞机上呢有这个麻雀飞进来哈，那呢，这个飞机呢就延误了37分钟，等一下来跟大家播报这则新闻喽。再来呢是发生在我们这个飞机上这个香港的新闻，这个居然麻雀呢飞到呢这个飞机上想不到呢哇，大家呢开始在赶麻雀了啦。结果呢这个上面的这一些呢这个工作人员呐，以及呢这些乘客呢一起帮忙协助呢来抓这只麻雀。抓完呢，把这只麻雀呢放下车之后呢，37分钟后呢才起飞哦。这是呢这个香港飞台湾我们高雄的这个飞机的新闻喽。
感谢呢，我们旋律说呢支持版主。也感恩我们的蛙贵大大呢，我们的蛙贵管理员说好哦，没问题的哦。我们蛙贵管理员呢，这个是尽忠职守哦，可以帮我说呢，省掉很多的麻烦，所以也先掌声感恩声一下呢，我们的蛙贵管理员。没错，我们的 ANNE 大大说呢 ，Hello 雨涵你好，加油，感恩我们的 ANNE 大大，欢迎你上来。哇，都非常呢感恩我们不管是这个马来西亚啦、新加坡，我们外国的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喽。是的，丽华说呢，雨涵的直播节目呢是要带给大家欢乐的，没有错。所以说呢，如果在上面呢，有这个恶言相向，在吵架的时候呢，不是蛙贵出手，就是我出手喽。感恩我们的丽华呢，给我们的这个蛙贵的鼓励哦。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呢，歌仔戏文化传承很赞。没有错哈，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呢电视歌仔戏曲调，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感恩大家，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比较亢奋的歌曲喽。太祖金雕娘红兵，贵府提官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尊幸驸马奴会满心兴，疲劳生病，要万姓，哎呀！尊心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我乐观第一，我恢复追忆共论分明，我红顶抓灵镜伊小小红顶，困在道边，听你情影，不由归爱讲红回影。因为呢，刚才看到两名的这个粉丝呢在吵架，所以说呢，我们来穿插这一首呢比较亢奋的歌曲哦。我们的莲花铁三郎呢，以及风萧萧呢，是呢这个比较亢奋，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那呢来用来呢，这个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出台非常生气的歌曲。因为呢，他的老婆这个公主呢，居然不去这个夫家的爸爸妈妈的70大寿，所以说呢，这驸马非常的生气哦。那呢，也感恩大家，我有看到我们的韩粉说呢，这个适当的出手是好的哦，没有错。为什么说适当的出手是好的呢？因为我刚才有看到韩粉呢开始跟大家问好了哈。其实呢，因为韩粉这个平常是学佛的，所以说呢，他不希望看到大家呢这样子吵架的啦。所以说呢，他是在帮我洗版哦。你看吧，你不说我都知道你想要在做什么看我是不是很懂你呢？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SHIR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美玲的掌声哦，感恩我们的美玲。我们的旋律说呢，为什么在吵架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吵架，只是呢，他们好像蛮常吵的哦，所以说呢，我们就让他们晋升咯。再
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呢，其实听不腻。之前呢，我会在这个戏棚下看歌仔戏看很久，没有错。喜欢歌仔戏的朋友呢，当然呢，听这个歌仔戏怎么听都听不腻。那当然呢，也非常感恩呢，我们线上的好朋友哦。有一些呢，平常不听歌仔戏的，就如同呢，哇，我们这个国华街呢，台南国华街这个胡桃兔的首创杂货店，他那天跟我认识之后开始听这个 YouTube 的直播回放，听到了这个半夜3点哦。我都说呢，你们到底怎么这么厉害哦？这个早上听，这个下午听，这个晚上呢再来听一次现场的节目，真是蛮厉害的咯。也欢迎我们的 HEA 大大与大家打招呼。再来呢，我们的洪淑珍也跟大家打招呼咯。等一下呢，来播报一下呢这个新闻，再来唱唱歌曲，再来欢迎我们的蜜蜂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小时候陪阿嬷看歌仔戏啊，没有错。我想呢，大家的回忆应该不是陪着阿公阿嬷看啦，陪着爸爸妈妈看甚至呢，你自己呢，在这个电视上呢，转到这个歌仔戏所迷上了歌仔戏。所以呢，也非常感恩呢，我们萤火虫小作的老师们，以及呢我的大丰日照，还有呢这个惠山园，还有呢惠山的这个日照中心，以及呢我们鼓山的常见照顾协会，这一些呢日照以及小作所的配合咯。先跟呢穿插一下我们这个呢3月14号呢由雨涵个人所办的这个演唱会，会唱呢我们一怒打金枝的全集，以及呢7字调都马调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3月14号有空的朋友呢，下午2点钟，在我们这个台南的好听文艺展演厅，在这个国华街的附近西门路2段25巷1号，欢迎大家呢来参观一下，那呢是免费入场的欢迎大家咯。群主不尴尬，没错，群主不会他们好像没有加入这个群组应该是的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他们没有加入这个群组这个汪贵呢跟我们这个蜜蜂大大说，今天只有你来因为呢另外这个小蘑菇你的老大以及这个另外一位这个陈芬呢，刚刚呢被我呢这个封锁了。大家应该没有看到他们的留言了啦我刚才这样子隐藏，应该是真的把他们封锁了再来呢，来播放一下呢我们这个台中的新闻咯。台中呢这个落雨松大道旁呢，这是一个危险的路段，因为呢，这个汽车呢在上坡的路段呢，汽车总会冲一下啦，总会这个呢，危险驾驶一下。但是呢，撞到了一名呢这个机车的骑士，然后呢也把人给他撞飞了。还好呢，这个汽车的这个驾驶呢，这个骑士以及乘客呢，只有轻微的这个擦挫伤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台中这个落雨松大道旁呢，要注意一下安全怎么开始卡词了呢？再来呢，是我们花莲的新闻咯。花
莲呢居然有这个小客车哦，硬闯这个平交道，然后呢，不顾这个平交道呢警铃都已经响了，还是把它闯过去哦。结果呢，这个栅栏也放下来了，它就停在呢这个黄色的这个网格内，那呢造成了这个铁路呢，这个台铁呢就慢下来呢，为了呢不要撞到它哦，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哦。那呢造成台铁延误1分钟而已啦，是没有很久，但是呢你会被开罚咯。这是发生在我们花莲的新闻，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哦，经过这个平交道，经过这个铁路，如果呢警铃大响的时候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不要呢硬闯过去咯。等一下呢，穿插呢这个7字调，是我为呢这个萤火虫小作呢所写的7字调咯。再来，也欢迎我们的苑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我们的苑玲说呢，这个呢，外面开始下雨了哦。小蘑菇有在群组吗？其实我不知道没关系，如果呢他们有在群组吵架的呢，你们再跟我说哦，我随时会把它踢出的哦。我们先来听这首7字调。会经过暗时啊，闪闪是亲像向我的暗时。明之路啊，在四周围，照明众人欢乐无边。寄托在惠山啊，基金会可定内容啊，好真多。感性单纯啊，心美丽。有缘会经过，关怀阮只呀会。刚刚呢，为什么会笑出来呢？因为我认为自己已经把歌词呢这背起来了，想不到呢还忘记这个歌词啊，所以说呢不小心笑出来了。再来呢，来播报呢这个台北西门站的新闻咯。外面下雨，所以早回家哦。那我们的苑玲也要注意一下安全，而且呢，明天呢，这个全台呢都会微微的降雨，所以说呢，大家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咯。上来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是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所以说呢，来聆听呢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新闻内容，还有呢明天的天气都欢迎大家哦。感恩我们旋律呢的麦克风，以及呢这个呢蛙柜的掌声，以及呢感恩呢我们韩粉说呢改词了，然后呢我们的灵感菇的掌声鼓励。也欢迎呢我们的淑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王淑芬。再来呢，欢迎我们的 PAKA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黄正上来。
Taiwanese opera 台湾的歌仔戏哦。再来也感恩呢我们的丽华说呢，雨涵是优质的直播哦，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优质的直播呢就要维持好这个叫做制度啦。就是说呢，一间公司呢，它一定要有它的制度呢，管理下面的人。那呢，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呢，虽然没什么制度，但是呢，也希望呢，大家善循环的朋友们呢，再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做聆听哦。那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这个呢，就交给你跟这个 PN 大大来对话一下，因为呢，这个我就无法对话喽。再来呢，来播报呢，我们台北的西门站，你们知道吗？这个西门站的6号出口是不是有个电梯？但是呢，很长这个呢，你等了1班，等了2班等了3、4班呢，才搭得上去啦。所以说呢，有这个女子呢，她就想要搭这个电梯，想不到呢，被一个阿伯呢所谩骂哦。他说呢，这个好手好脚的搭什么电梯，然后呢，拿着他手上的这个拐杖，这个助行器呢，就丢了那个女生，以及呢，丢了他的悠游卡呢，就砸向了那个女生哦。这是呢这个阿伯不对的地方，但是呢跟大家讲一下呢，我们这个南京复兴站的这个捷运站呢，有开始做这个电梯的分流，有分呢这个优先席，以及呢我们的一般的等候区哦。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搭电梯的话呢，注意一下，以及呢礼让给这个有需要的这个乘客这些民众喽。这是发生在我们台北的新闻，我们来穿插一下呢，我们的7字连空奏。7字连空奏呢是什么曲调呢？就是我们的7字调，从头唱到尾。偶尔呢，他会把它放在为这个各说各话的部分啦，以及呢唱自己心声的时候呢，就可以来用这个7字连空奏。所以说呢，我们来聆听这首曲调。再来呢，桂明也说呢，祝你呢新年快乐，愿呢今年充满祝福，感恩你。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是台湾啊，来，我们来听个7字连空奏。秋难改，中定心所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已经相随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乱来。我会有何想？亲像姑娘，羞愧分开，行行计笑脸无悔，注定悲哀。一步青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江村啊，当心抓住财，精心将将生地带，
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百改。这首呢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就是呢传统的七字调来从头唱到尾，在我们一路打金子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了说这个公主呢以及驸马呢他们吵架来各说各话的部分哦。再来呢，我们的旋律刚才有回应刚才那一则新闻说呢，好手好脚为什么不能搭电梯呢？没有错电梯呢没有规定说呢谁才能搭谁不能搭，只是说呢我们礼让呢给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先搭这是呢刚才的新闻，这个阿伯呢怒气之下呢用这个拐杖呢用他的助行器呢丢了呢这个小女子给丢了这个少女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不管呢跟谁聊天呢，都会聊到这个榴莲呐。榴莲到底是多好吃呢？再来呢，我们先穿插一则新闻，等一下呢，先来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再回来呢其他的新闻内容。先穿插一下呢，原来呢这个呢台南的这个回收车有分这个绿色的回收车以及呢白色的回收车。在我们的这个安平地区呢，台南的安平地区的这个回收车呢是这个绿色的回收车。但是呢，上面只可以丢这一些不管是比较简易的这个纸类啦等等之类的这个呢没有危害到的，千万呢不要丢电池类的因为呢有这个朋友丢这个锂电池类的东西在这个呢绿色的回收车上，但是呢绿色的回收车就跟呢我们这个普通的垃圾车一样啦，他会把这个垃圾呢藏往里面，想不到呢这个锂电池呢就引发了火势，这个呢整台的回收车呢就给它烧起来咯。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你如果呢要丢放这些锂电池啦，甚至呢比较危险的物品，这些玻璃呢要记得包好，以及呢要知道说呢什么车可以丢，什么车不能丢咯。再来呢，我们先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内容咯。今天的主题内容呢，说呢，小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呢发现了这个简单很快乐，是怎么说的呢？很多这个粉丝观众朋友问说呢，钱大雨涵，你这个白天有这个超事业的工作，晚上呢有这个直播节目，再更晚一点呢还要打这个日照中心以及小作所的讲稿，然后呢隔天继续上班，继续早起，然后呢晚上直播再打讲稿，然后呢就这样子一个轮回一个循环他说呢，你累吗？我说累啊。但是呢怎么做呢？是因为呢这样子感觉起来比较像是呢这个呢这个善的循环，以及呢非常的简单化再来我们的淑芬说呢，我每天都会爱你感恩我们的淑芬的爱。再来呢，我们的 TAO 大大说，怎么感觉是电台？没错的，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无论呢在讲我们戏曲上的，在讲呢这个新闻上的，以及呢在讲明天的天气，都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边挂听就是说呢，你可以边做家事，一边吃饭，一边陪伴呢你的家人朋友，一边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虽然呢我们是有这个影像的节目，但是呢我们说广播电台呢就是呢你可以一边忙自己的事情，因为呢主播本人呢没有很帅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哈说呢就是电台没错。
再来呢，汪贵说呢，新进来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要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也别忘记帮我们分享出去，分享自己的脸书，分享自己的 IG， 分享自己的 LINE 群组。也有朋友问说呢，是台湾人吗？没错，是台湾人是台南人。我们在3月14号呢，会来这个办一场实体的演唱会，在我们台南的国华街附近台南的西门路2段25巷1号。这个西门圆环的隔壁而已所以说呢，下午2点钟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这个呢连结，以及呢有我们 LINE 群组的连结，欢迎大家加入哦。再来呢，我们的这个 TAO 大大说呢，好有趣哦，没错，就让大家呢来互动一下。我们的 TAO 大大是哪里的朋友呢？再来呢，这个呢，我们的 HAIY 大大拍摄因为我这个英文不好，我们的 HAIY 大大呢说呢，你会讲台语吗？我想听你讲台语。有的，我们每周4呢都是我们这个台语的电台，所以说呢，礼拜4呢就会来讲到台语等一下呢，这个呢也会来唱一些呢这个台语的这个歌仔戏的曲调让大家所听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预看台湾 Taiwanese Opera， 哇，我们的旋律好棒哦。以及呢，我们的旋律说呢，小时候无忧无虑啦，没错。所以呢，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呢，小时候快乐很简单，这个长大之后呢，觉得简单就是快乐。如果呢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很烦躁，甚至呢觉得很腻呢？但是呢，其实这个简单呢才是愉快的事情哦。如同呢，跟大家插播一下我们这个萤火虫小作所的呢，这个小云老师他儿子呢，因为那一天呢，这个体育课脚受伤，所以说呢，这个请假来找这个小云老师的过程当中呢，听到底下的这些哥哥姐姐们怎么这么的愉快哦。他就好奇了呢，走到楼下呢来看呢，这些哥哥姐姐们呢到底在做什么啊？那呢，才发现说呢，原来是雨涵老师呢来传授这些歌仔戏啦。那呢，就渐渐的认识我们之后呢，感恩呢我们这个小粉丝你知道吗？他很可爱他说呢，他想要跟我要一张这个海报，这一张呢签名海报啦。他的妈妈说呢，可以啊，那呢你录音呢来给老师听所以说呢，他录了一小段的声音，我来放给大家听非常单纯，非常的可爱哦。老师可以送我一张签名海报吗？是不是非常这个？可以送我一张签名海报吗？非常单纯的声音呢，我说哇，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这个心都暖起来了自然的呢，就跟他讲说这个你如果要1箱呢，要这个1箱的签名海报我都可以送你太可爱了，所以说呢，让我呢，想到这样的主题内容，以及呢，这个我的同事呢，昨天就在他的脸书呢分享了这一段的这个文字，我就说呢，今天这一段文字呢，借我呢来做使用，这样子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TAO 大大说呢，我不是台湾，就是呢隔壁沿海地区那是厦门还是福建的朋友吗？这个可以看我这2017年的厦门影片，跟现在呢应该是差了有点多了没错没错，和平相处就是很棒的所以说呢，福建的朋友福建也是讲这个闽南语的地方，对不对你们讲闽南语啦，因为你们那边也有这个相聚嘛是唱咱这个台语里安内的调。我们等一下呢来穿插一下歌曲给你听。再来呢，我们的这个韩粉说呢，好可爱没错，我都被他融化了
再来呢，这个 TAO 大大呢也比出这个爱心哦。然后呢，蜜蜂大大说呢，怎么这么可爱？蛙贵的笑脸呢，是代表说呢，我愿意赠送他这个1箱的签名海报。你在笑吗？我们一起合资好了，先来印1箱这个签名海报。那呢，我签一签之后呢，看谁要领取，剩下的呢，就给这个可爱的小粉丝哦。先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都马调，感恩大家。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我并非故意出手来打紧机，不免将事假大理。驸马就是爱我原谅你，你必须爱完成我的条件。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功保尽，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将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输赢清？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刁工，将伊塞卡死失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諧。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美过程。你有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向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记定，命做行，全部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首呢是我们这个都马调，是歌仔戏的曲调哦。由于呢这个都马班呢，在表演上呢，我们给它抄起来，所以呢看到上面写的都马班，我们呢就给它写的都马调哦。如果好听的朋友呢，帮我们掌声一下，以及呢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感恩我们蛙贵管理员的称赞哦，他说爱心爱心，好听，以及掌声鼓励鼓励。再来我们的韩粉的掌声好听哦。哇，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礼拜四呢比较特别哈，是台语的电台，所以讲呢，欢迎咱这个哈TAO 大大咧欢迎你的礼拜四哈，给咱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哦。再来呢，来跟大家讲哈，这个蛮特别的是说呢，这个昨天有唱这个客家的平板调，对吗？昨天呢讲到这个客家平板调的时候呢，有这个网友说啊，平板调了。
不是啦，它是呢我们客家的曲调。那呢也跟呢我们这萤火虫小作的老师这个小云老师呢所讨论起来之后呢，才发现原来这个呢，我们是同一个客语老师哦。原来呢，这个小云老师过去呢也有在这个社大呢所学过呢这个客家语。感恩我们的旋律呢，跟大家推广哦。If you like it, please， 唔知啥会再来 end， 根本看无啊，这个再来后边嘛是看无歹势这英文我拢看无。所以呢，有法度念出有办法念出呢这个 If you like it, please 以及这个 and on 就已经算不错了感恩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抱歉，因为呢，这个英文我实在太困难了，我先截图下来，我想办法呢学一下这样子再来，感恩我们的怨灵说真棒，太好听了。以及呢，我们的灵感菇呢，有的笑容的啦，有的掌声的啦，说呢平板掉了再来呢，这个不知上面挖歌没错，因为这个英文对我来讲呢，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再来也跟大家分享呢，既然我们这个小云老师呢，跟我是同一个这个客语老师，他也提供了一首歌曲都是和我们过去所学过的，所以说呢，等一下呢，来唱这个客家歌曲。莫嫌爱，给大家听一下咯。好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呢这个客家的歌曲莫嫌爱莫嫌爱的意思就是说呢，不要嫌弃我一起来听听看咯。高条悬桥高山派，阿妹书中一双海，一提扎个念多，你好无上张亲爱，才有做菜莫欠债。每爱连拢莫嫌爱，十指寸寸有长短，石头走路有个带。这个有好听吗？这个旋律说呢，我是半个客家人，所以我听得懂是不要嫌弃我，掌声鼓励一下。再来呢，这个灵感菇说呢，以为是呢不要欠我的意思那呢，我们再听一次我常说呢，这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啦。听一遍，听两遍，听三遍呢，最后你就会学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个莫嫌爱，我们再听一次咯。高条悬桥高山派，阿妹书中一双海。一提扎个念多，你好无上张亲爱，才有做菜莫嫌债，每爱连拢莫嫌爱，十指寸寸有长短，石头走路有个带。这是呢我们客家的这个莫嫌爱不要嫌弃我的歌曲那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
阿妹呢，就是说呢，这个妹妹呢，这个女生呢，经过了呢这个桥上呢，不小心呢丢掉了一双鞋，就不小心呢丢了一只鞋，结果呢，这个哥哥哈，这个后面的这个郎君呢，帮他捡起来之后呢，他们两个谈情说爱啦，说什么呢？说呢以后呢，如果哈没有这双鞋呢，我们要怎么相认呢？这个张请爱哈，就是我们要怎么找到我呢？那呢，如果说呢，这个妹爱这个郎君呢，你也不要嫌弃我啦。这个十只手指头伸出来呢，也有长短，所以说呢，每个人呢不是十全十美的，你也有短少一点，我也有短少一点，我们相加起来呢就互补咯。所以说呢，感恩大家的掌声鼓励，感恩我们的灵感菇的掌声，以及呢，我们的蛙贵说好听好听，还有我们的韩粉说好听，但是呢，唐姆斯的意思就是说呢，听不懂，但是呢，真的好听这样子哦。再来旋律说呢，主菜对主菜，再来呢，我们要来继续播报新闻了哈。这个呢，只是一个娱性节目的穿插啦，也感恩呢，我们这个小云居然跟我同一位呢，这个同一个客家语老师，记得哦，你已经把这个儿子长大的这个婚姻呢，已经匹配给我了哈。这个呢，我已经有订婚了，所以说呢，不要再让他教别人喽。这是开玩笑了哈，这只是我们两个的这个内容，玩笑的内容。再来呢，等一下呢，再来播报一下新闻内容喽。先来播报呢这个嘉义的新闻哈，嘉义这则新闻呢比较搞笑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呢来播报一下，有一名老翁呢居然呢不小心呢当街掳走了这只柴犬，但是呢他是不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家的柴犬呢也正好失踪。他以为呢，这个路边呢，人家所放出来这个柴犬是他家的柴犬啊，所以说呢，他给人家抓走了啊。这个事主呢，就给他报警，报警完之后呢，抓到这个老翁之后呢，也还好这个老翁的柴犬呢也找到了，所以说呢，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呐，两个的失主的这个呢，柴犬呢都找到了哦。这是呢比较搞笑的新闻，下一则新闻呢就比较没有这么幸运了。下一则新闻有关于地下钱庄咯。我们的灵感菇说呢，放开那只仔仔，然后呢旋律说皆大欢喜。这个蜂蜜大大，我们的蜜蜂呢，他说呢，刚刚已经登出了，因为呢，刚刚呢在唱这个客家歌曲，你听不懂对不对？没关系的，这个多听几次呢，一次两次呢，可能呢就会这个厉害了哈。再来呢是我们这个呢澎湖居然有这个地下钱庄呢，因为他们拆伙，所以说呢这个价格谈不拢，为了呢讨这个2700万元谈不成，所以说呢这个拆伙之后呢，居然这个砸鸡蛋以及泼漆，还有呢这个呢嫌犯去逃到了澎湖去哦。这是我们澎湖的新闻，也还好呢已经抓到人咯。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这一则新闻呢，也是有关于黑吃黑的新闻。有这个高雄呢，这个里长的参选人在路边呢，这个拜托大家投给我。在拜票的过程当中呢，居然有人呢来寻求协助，说呢他的手机被抢了。所以说呢，这个里长也非常的好心呢，替他报案。
想不到呢，这个是黑吃黑的这个新闻呢，哈，就是说呢，这两个人也是因为谈不拢，所以说呢，对方呢就把他的手机给抢走了哦。想不到呢，他也知道哈，要去找这个里长来做协助，这个两个人哦都被抓走喽。接下来呢，来播报是我们台南的新闻，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注意你的自身安全喽。台南呢，这个东区的百货呢，居然出现了一名怪怪的男子，他会问这些女子说呢，可以帮你绑头发吗？再来呢，这个很多女子一定会拒绝啦哈，因为呢，我又不认识你，你帮我绑头发要干嘛？那呢，有女子呢就这样答应了，但是呢，她是没有什么性骚扰的行为啦，她真的单纯绑头发。但是呢，她绑完之后还会要求说呢，我们可以来张合照吗？可以跟你合照吗？这是呢发生在我们台南的新闻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喽。再来呢，我们一样来唱个我们的都马调，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唱的都马调呢，是要唱呢，我特别为我们这个大风日照，以及呢我们这个惠山园所做的歌词，我们一起来听呢这个都马调。这个旋律说呢是美发师吗？不是，但是他就是一个怪怪的男子哦。如果是说呢，台南东区的百货呢，大家如果是台南人，大家都知道了啊。如果是说呢，这个其他县市的朋友，你在呢这个百货里面呢，以及呢夜市里面呢，如果有男子要求你说呢，我可以帮你绑头发吗？请问你会答应吗？再来听这首都马调。大风是阮快乐的泉源，如同家人将彼团你才服务，真正赞。歌仔团唱真多元，阮是惠山基金会，有缘千里来相会，老人囡仔看做伙。阮都亲像一家伙。为什么要唱呢？这个呢，我特别为这个大风日照所写的歌曲啦，这个歌词啦，以及呢，特别为我们这个萤火虫小作呢所写的这个歌词，一样呢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七字调以及都马调。哇，这个变化性呢都可以非常的多哦，尤其呢，有我们的苏明渊这个歌唱家呢，这个歌手呢，他说大家呢都想要写一首呢属于自己的这个主题歌曲啦。但是呢，我要先说声道歉哦，因为呢，我昨天把他的艺名念反了，他早期的艺名呢叫做苏娥珍，我昨天念成苏真娥了哈，先跟你说声抱歉哦。虽然呢，他没有在听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但是呢，我们昨天念错了人家的名字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公开的道歉哦。所以说呢，这个苏明渊这个歌手呢，他早期的这个艺名哦，叫做苏娥珍哦。再来，我们的万龟说呢，不会答应哦，说呢，这个可以帮你绑头发吗？因为这个也太怪了吧。再来，我们先来唱歌呢，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音。等一下呢，再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来做感恩3件事情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公主做事理不明，也是予人心头痒。当朝假死啊，已生病，待何人去好心不敬？驸马孝心，无将义，敬畏爹娘啊，望千里。红红边啊，冲了去。宫内去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听歹爸爸金寿衣，驸马无讲谁情义。并购昂然停意。再来呢，我们这个呢，旋律说呢，台南安平有推荐的美食吗？以及呢，我们的韩粉说大风日照的歌好听呢，感恩我们的韩粉。还有呢，我们这个呢，蛙贵大大呢提醒大家，我们的蛙贵管理员提醒一下大家新朋友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有你们的按赞，有你们的分享，有你们的订阅呢，是雨涵电台继续努力的动力咯。再来呢，我们的这个丽华说呢，男女生真的好不容易，感恩我们的丽华。也希望呢，之后如果有开课，以及呢我们的演唱会的现场要来见到大家喽这个3月14号的下午2点，3月14号是我们的礼拜六下午2点呢有开我们的实体演唱会，在台南国华街的附近我们的西门路2段25巷1号。好听文艺展演厅，欢迎大家呢莅临，欢迎大家莅临那呢1点半就可以开始入场了，当天呢一样会直播节目咯。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可以到现场呢，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莅临到现场啦，感恩大家。再来呢，台南安平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吗？台南安平呢，好像是这个棺材板啦，以及呢蜜饯呐，比较出名一点点。当然呢，也还有很多我们台南的这些碰饼，那呢都可以买一下，吃吃看这个台南的甜味美食。再来呢，我们要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等一下，但是呢，我突然间看到这个旋律说呢，那你是什么时候要来台南安平呢？欢迎找我一起出去玩喽！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准备吸吐气咯，也感恩呢我们的汪贵管理员他说了耶，这个演唱会当天有直播，因为呢他没办法来到我们的南部当然我也是希望你来了路程非常的遥远，那呢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无论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这个胸口，在我们的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都来关注一下呢自己的气息咯。现在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无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同事之间，甚至呢在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都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我们先来想呢第一件事情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我们来想感恩的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第3件事情哦，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的你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吸取小知识，我们及时的新闻，还有呢这个明天的天气预报咯，感恩大家。再来呢，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请大家呢记得呢脚要抬高高，那呢让我们的挖柜管理员呢帮大家来做扫地工作咯。欢迎我们的 PI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唱一下怒骂调。心惊胆战化过爱，哪敢当唱试看卖？成兵做事想晓败，我定调打落逼你上地界。台东两座万金之库，抓领阿头来认输。哎呦，哪会这么痛？当着我是拍金赛虎，你不免闪飘，无通存救。再来呢，我们来穿插最后一首歌曲，我们的7字调新卡北北造三关，该我受益回中玩，感恩大家，也别忘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咯。新卡北北啊，造三关，该我所以哦回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不穿，四盆无单啊，百事为无风无雨啊，花袂开。
那会交开。也欢迎我们的茂山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文化柜管理员说好听咯，感恩你的掌声。再来呢，因为有我们的新进的朋友，别忘记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来一首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也感恩呢我们的韩粉的这个呢掌声说好听。哇，以及我们的明慧大大呢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咯。明慧大大说呢好啊，掌声鼓励。来唱这首花椒叶以及良夜之歌。滚阳光波七十相守，心不快心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拜寿，愿念今宵老优秀。quân đuôi hóm ca chiến đi thơ bi hóm biên kiên kỳ ta y côi ai kia điền đi xin chín điện đỡ hiang của quỳ kín toàn ba bờ xin xiao phi thao tiếng hòn quan bình suy kín thế đỡ con kín bỏ ý qua cái bê dài y hồ tận ô mà y huệ côi先欢迎呢我们的 MOML 大大哈，抱歉 MOML 大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给我们赞哦。再来感恩呢我们的旋律的拍手，也感恩呢我们万贵管理员呢再次提醒大家咯，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不论呢是戏曲的文化，以及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明天的天气预报，都感恩大家。以及呢也感恩呢我们明辉的拍手，还有呢我们的 MOML 大大的赞。再来也欢迎我们的文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一首我们的七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
夫妻好爱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一爱一君对心也白咧啊，实在太爱乱来。我回府何愁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红的笑脸我无悔做了悲哀，一步青春选骄傲自带，往下成现海，过古迈，冤家江孙啊，江心抓住彩，情深渐将成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败解？这首呢是我们的7次连空奏，也感恩呢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咯。感恩呢，我们的文传上来，以及呢我们的 JI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明辉大大提醒大家哦，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获得呢更多的内容咯。感恩我们的明辉以及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的掌声鼓励鼓励。哇，怎么越晚越多人上来哈？来穿插这首都马调。反抗之时，煞来无势力。我并可以故意出手来打紧机，不免强事假大利。驸马就是完成我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将礼停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刁工，将伊塞卡死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海。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美过错，你又能奈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向你过爱，
免来啰嗦，带你见娘做行，怎不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咯。那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呢，别忘记来聆听戏曲的小知识，来聆听呢新闻的即时新闻，还有呢我们这个明天的天气预报。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呢，就是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咯。非常感恩呢大家的上来，那呢大家呢俊逸呢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俊逸说呢原来呢蛙贵是这一台的这个扳手啊，是我们的管理员啊，没有错再来呢，明辉说：“哎呀，好呀，好棒啊！感恩呢，我们这个最爱 AN 大大呢也说棒极了。这个呢，蛙贵你们跟俊逸是有认识啊，原来如此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喽。”再来一首《莲花铁三郎》以及我们的《风萧萧》，感恩大家喽！来听这首电视歌仔戏曲调《莲花铁三郎》《风萧萧》。太祖金雕亮红明，贵府提官王守热天，唯独公主不存行，驸马怒会满心兴。去老相兵，调万姓。尊神加倍武将礼敬，听说笑我罗军敌因，我回府找伊共论分明。山顶惊伊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清凉，不由过阿姨讲红花影。呀，驸马，落去抢抢为何来？爹娘七十双手见失败，心不可惜，互人毁遗财。身体欠安，请驸马你就爱谅解，并非故意，唔通乱心怀。你家辈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也了解。苦苦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哎呀，公主啊！世上何定啊？是为大义，虽然为尊，你敢知？
着招牌滚在天上，你敢不知？在家何表啊？对你的天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感恩呢，我们的韩粉说好听拍手，以及呢我们的丽华的掌声，还有呢我们蛙柜管理员的掌声鼓励鼓励咯。最后呢，我们一样用这首七字调来用呢这个新卡北北造三观来做结尾咯，也感恩我们的明辉的掌声。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我们明天也再会咯。那呢，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起来。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来听这首七字调。新卡北北呀，造三观，改我所有会中原。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保全。福气不断，福运来，彼强新闻啊，无你知。我彼团手啊，是多自在。彼强团成，又表亲就在。感恩大家呢，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你们的订阅与赞哦。感恩大家上来，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我们的赖群组连结，那呢欢迎大家加入。那呢就回答说喜欢歌仔戏就可以加入咯。那呢还有提醒一下大家，3月14号呢，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雨涵电台呢有办这个实体的演唱会，在我们台南的国华街附近，这个好听文艺展演厅，这个呢西门路2段25巷1号，欢迎大家莅临现场咯。现场呢是免费入场的，1点半就可以入场了，所以也欢迎大家3月14号把时间呢留给雨涵电台咯。各位线上的好朋友，我们明天再会咯。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呢想要呢拿这个呢新春的春联，平安顺心吉祥感恩的春联呢，在我们的赖群组也可以跟大家做索取。再来呢也可以呢到我们台南的这些发送的店家，我们的龙凤同心意面，我们的正大书城
台南西市场里面的卡亚手作永生花，南门假日花市的南门水晶店，还有呢我们南台影城隔壁的这个鲜茶饮饮料店，还有我们国华街上的胡桃兔这个首创杂货店，都可以领我们台南我们雨涵电台所手写的平安顺心吉祥感恩的春联哦。感恩大家，我们明晚再会喽。我们用这个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的来做结尾，感恩大家上来，明天8点再会，记得帮我们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喽。也感恩呢我们这个韩粉以及明辉的再见，还有呢我们的丽华的再见，还有呢蛙贵的再见哦。感恩大家，明晚8点再会喽。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耍？想要做饭，既然让我知影。感恩我们的旋律，明天8点再会。欢迎大家加入赖群组互动咯，也感恩我们的渊林，我们明天再会咯。今日请你吃竹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在此呢，也先感恩一下我们的蛙柜管理员，你辛苦喽。对爱大家当手一看开，想要做事想要办，不要打了，别你心地改。大道边做放进一句，抓定阿头来面说。哎呦，来这么疼！当着我是拍金赛虎，定面相片呀，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帝的边个啦！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解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2摆打我够无够？你真歹心，你让我走，我要亲嘴甲惊到，互你过到我门草。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孝心，互你着车囝。公主做事理不明，也随互人心头痒。动手甲西啊医生病，大可能跳心恶病。不怕孝心，无将命，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风边啊，冲了去，分泪去灵啊，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去，也歹白宝金受益。驸马无够找情义，宁可光阳平。